人讲创新要有传统的底子，才通开枝散叶。为着让歌戏有新的生命，长美份歌戏团用要4年的时间，用电影手路加入侪歌舞的元素，打造歌戏的戏剧名播客栈。这礼拜日的暗时8点，就要伫公司台语台放送。我要为你设装点面试。在冥界，牛山碧甲祝英台延续因凄美挂心泽的爱情。少年演员施以南甲李晨娜头摆伫咧电视顶搬歌戏，就搬了正出脚。来哦，大家进来啉汤哦，汤要去投胎转世哦。歌戏国宝王金英甲小咪老师演名播，伫咧这次名播客栈以歌戏为主体，打造新形态歌舞情景的戏剧，是改编对长美份歌戏团2018年同名的舞台剧作品，表达人总是伫咧失去了后，才在珍惜，希望会当加做台语音乐剧的起头。少年人会当因为这出戏来进入个歌戏的世界，歌戏毋是因印象当中敢若陪阿公阿嬷看迄种的。咱台语，咱语言是足水的，歌嘛足好听的，所以我会想讲，咱名播客栈会当互大家看到一个台湾戏剧的可能性。用得要4年的时间制作，剧组的阵容不遮大，有歌戏的国宝、演艺界侪前辈，也有金曲歌王柯富凯。其实文言甲俺平常时讲的台语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有时啊，感谢我妈妈也当教我呢练台语。希望年轻人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，然后融入我们的世界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的歌仔戏。名播客栈10月17拜日，伫咧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首播，招观众朋友斗阵透过音幕听台语，看歌戏安怎伫咧传统的底子开枝散叶，行出新出路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在个报道。